means you try to fix it? More than 6 years. 醫咗6年嘅不舉 ，Stephen Sir 只係用咗6分鐘，透過 exercise therapy 變身街頭魔法師。Good job！今次嘅故事主人公係一位 power lifter，亞洲連續4年 No.1 strongest man。10年前有一次做推膊，有人撞到佢個膊頭受傷，從此以後就做唔翻以前做到嘅重量啦。小編多口講句，求其一個重量都砸得死我。睇過好多唔同嘅醫生、理療師都係幫佢做放鬆為主，但係佢好憎人幫佢放鬆肌肉，膊頭會因此變得非常之不穩定。Stephen Sir 幫佢做評估，發現佢嘅 AC joint 係唔穩定嘅。第二，佢嘅外旋肩袖肌群、肛下肌同小圓肌係不穩定嘅。Magic moment 針對佢嘅情況，第一步撳下佢嘅胸小肌，激活佢嘅肛上肌，穩定翻個 AC joint。第二，激活肛下肌、小圓肌，去 retest 一下，即刻舉得翻起啦。聽下佢老婆笑得幾開心。有嘢。Stephen Sir 同佢講，你係唔需要放鬆嘅，雖然你舉唔起，好緊，係神經系統唔俾你做呢個動作。以上呢啲藥方將穩定性叫翻嚟，當神經系統感覺到安全，就能夠舉得起啦。緊張嘅肌肉自然就即刻放鬆到啦。過去嘅6年只係用咗6分鐘時間。